今日母親節啦，先祝各位母親節快樂嚇，即係包括我哋自己啊。其實真係諗翻母親節，諗翻自己嘅母親啊，好默默嘅付出啊，即係我媽媽已經唔喺度啦，所以每常諗起啊，即係嗰個想念唔會因為時間而淡忘啊。特別咧，最近我自己諗下，點解我對食同煮湯，其實諗翻轉係我都唔係好識嘅，但係唔知點解有啲嘢咧，我自己諗下，我喺邊度嚟嘅咧？從煮紅棗嘅時候要去核要點樣配啊？當然有啲可能你喺網上睇，但係我好記得嗰啲嘢唔係。仲有乜嘢東西唔好食太多啊？濕熱啊、清涼等等，好多時我發現呢啲嘢都係從媽媽嗰度聽嚟。雖然我喺香港嘅時候咧，未結婚咧，我完全唔識煮嘢。我仲記得咧，我煮過一餐咧俾我細佬嚇，因為爸爸媽媽唔喺屋企嘅時候，哇！我煮番茄蛋，我弟弟而家都仲喺度笑緊我，佢話你啲番茄蛋煮到咧可以掟得，即係掟死人㗎。嗰陣時冇心學即係反正我媽媽煮，所以好奇妙啊！即使我唔係好刻意嘅去學唔係好刻意嘅去學，但係咧媽媽煮嘅嘢咧即係聽起上嚟，跟住口味啊習慣，慢慢媽媽講嗰啲嘢咧就潛移默化嘅裏邊入到自己嘅腦即係腦海。到我真係要用嘅時候咧，唔知即係嚟到美國結咗婚啦，即係30年前嘅 Hilton 唔係而家咁多中國店啊！你冇得，你唔係又唔可以餐出去食㗎，係嘛？咁啊點啊？咁啊自己要學下煮啦嚇，即係唔係成日食飯盒，逼住自己學，就喺自己唔知會點樣嘅時候，竟然即係媽媽教，即係媽媽曾經其實我冇正式嘅跟我媽媽學嘅，係後尾我媽媽嚟幫我坐月問下點樣整啊，所以開始識整蘿蔔糕年糕咁樣。如果唔係根本唔會學。弟兄姊妹即係好簡單嘅。咁我好早好深刻嘅好記得嗰陣時咧，喺我最忙嘅時候即係因為我媽媽往往咧都係煮3餸1湯，最少3餸1湯。我嗰陣時晏晝翻去屋企，因為好近，我做嗰份工嘅時候好近。咁所以習慣咗成日都有3餸1湯，所以嗰陣時我喺學校即係南卡嘅時候，學校忙功課，帶住3個細路仔，自己一個帶嘅時候，教會嘅姊妹就問我啦，佢話點解你唔簡單一啲，一餸咪食得飯咯？點解一餸1湯咪得咯？咁我話係喎，但係點解咧？其實我其實帶住3個細路仔好忙跟住又自己上堂。但係往往好自然，好似覺得最少3餸1湯，其實唔係啲細路仔問題係我自己習慣上面啦。我諗到原來的確我係受媽媽嘅影響。當時其實睇住我啲女食得開心高興嘅話咧，咁你都好開心，即係我自己都好開心。弟兄姊妹，唔管你中意唔中意多少或多或少，我哋喺家中成長嘅裏邊，其實或多或少，你會從你父母會傳落嚟一啲嘢，究竟係好定唔好呢？有時我哋需要有意識去發現同分辨。你有冇諗過，你最希望將啲乜嘢嘢傳遞俾你下一代，你嘅兒女或者你嘅孫兒孫女？其實喺教會中，我哋話，我哋要成全、建立一啲嘅門徒同埋下一代。今日讓我哋從保羅去俾提摩太嘅話中俾我哋有咩嘅提醒？我哋一齊讀提摩太後書1章1到7節，我哋一齊讀下。奉神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穌裏的生命的應許，作基督耶穌使徒的保羅，寫信給我親愛的兒子提摩太，願恩惠憐憫平安從父神和我們主基督耶穌歸於你。我感謝神，就是在我藉着
祖先用清潔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禱的時候不住的想念你，紀念你的眼淚，晝夜切切的想要見你，好叫我滿心快樂。想到你心裏無偽之信，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以羅和你母親有尼基心裏，我深信也在你的心裏。為此我提醒你，使你將神藉我手託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仁愛、謹守的心。第一樣點成全信和愛？其實我哋要定義建立信仰嘅成全，建造下一代。保羅佢自己冇結婚，無兒無女，但係佢不斷嘅刻意建立好多屬靈嘅兒女。提摩太係其中一個，提摩太係其中一個，佢好用心栽培。睇到佢點樣稱呼啊？我親愛嘅兒子提摩太。而事實上，提摩太後書係保羅前書同後書，後書其實差唔多係保羅殉道前最後一本教牧嘅書信。佢將佢自己裏邊，佢知道亦都深知道好快可能佢會離開殉道，所以最後嘅留言去鼓勵呢一位佢所愛至愛嘅屬靈嘅兒子。因為保羅是佢嘅信仰同使命係佢心目當中最重要嘅，所以佢深知呢個身份，從神召佢成為基督嘅門徒。所以你發覺佢投資嘅時間、生命、心力都係去傳福音，去建立教會、造就信徒。佢寫咗咁多嘅教牧書信我哋主日學都喺度睇緊，係嘛？即係同埋好多嘅真道上要建立佢哋，佢更係常常帶住一啲貼身嘅一啲嘅人嘅同工，係特意嘅去栽培下一代。其中提摩太同提多就係保羅視佢哋為兒子，雖然喺血統上面佢哋係完全咩冇關係，但係喺屬靈上面，佢用心嘅教導、勸勉、督責。呢一個喺第2同第3節講到，我祈禱嘅時候不住嘅想念你，紀念你嘅眼淚，晝夜切切嘅想要見你，叫我滿心快樂。呢啲嘅話顯出保羅同提摩太嘅關係好咩好密切。唔單止保羅想念提摩太，常常喺禱告中紀念佢，佢亦都想到提摩太可能掛念當時嘅保羅喺獄當中佢嘅擔心，佢嘅流淚。所以提摩太亦同樣對保羅係滿有掛心，關係互相嘅，同好似仔同父親。保羅俾到我哋一個榜樣，就係我哋喺侍奉嘅當中，同時去栽培同工，去成全建造下一代。弟兄姊妹，要培養呢啲嘅關係，有時需要刻意，仲要咩仲要你花時間擺心機，你重視你嘅信仰如果你重視你自己嘅信仰，睇到領人歸主喺主裏邊，睇到人成長係何等喜樂快樂嘅事嘅話，你發現甚至能夠一起侍奉係何等嘅美。所以讓我諗翻起我哋自己當中團長周大哥 William， 我仍然好深刻記得嘅咧，Harvey 嘅時候水災嘅時候，佢開住佢嘅 truck 即係同一啲嘅弟兄去幫忙一啲有需要嘅人。其中有一位咧就係阿威爾嗰陣時佢仲未信主你知唔知？嗰陣時未信主太太 Angela 點樣咧叫佢咧，佢都唔願意返教會。但係當時 Harvey 水災嘅時候，影響好大佢個店掂冧咗 William 去幫忙佢，亦都太太邀請好難William 一出口咧邀請佢返嚟教會啦。阿威爾就嚟啦佢返咗嚟教會之後，我哋接住嗰年嘅
9月啦定點樣，我哋有佈道會係張家欣嚟講，阿威兒竟然喺個佈道會當中去決志信主。雖然即係你發覺去佈道會信咗主之後，接下來我哋睇到咧 William 做乜嘢上咩堂，威兒就點啊？跟住上乜嘢做咩堂。雖然 William 冇名義上喺門徒訓練佢啊，但係佢嘅陪伴、佢嘅關心、佢嘅邀請，都喺度影響着威兒啊。佢喺團契啊，即係做總務啦、廚房啦、幫手啦，都成為 William 嘅好助手。其實唔單止 William 同威兒，我睇到弟兄姊妹好多時候都好刻意將我哋所信嘅信仰啊，譬如組織讀經班啦，一啲嘅查經班，侍奉嘅時候希望邀請人一齊嘅參與，呢一份希望我哋嘅信仰能夠分享並承傳落去。承傳唔係一定因為年屆嘅即係年紀嘅差別，而係將我哋嘅所信你點樣承傳下去啊？即係同人分享。有時可能喺信仰上比較成熟嘅，帶一啲即係比較成熟有經驗啊，帶一啲慕道啊，或者即係未信嘅啊，初信嘅啊，唔係帶一啲初信嘅人。當我哋上次去新加坡參加即係參觀一間教會嘅時候，其實最深刻俾我好深刻睇見，佢哋好刻意去承傳下去。佢每一個嘅 generation， 每一個年代，其實有時只係差2-3歲。無論喺音響、樂器、領詩、歡迎小組組長同同工，喺唔同嘅侍奉個崗位，你知唔知道佢最細，即係由一個有經驗帶住一啲2-3個冇經驗。你知唔知佢侍奉最年輕嘅幾多歲啊？7-8歲，到年長嘅祖父母亦都參與，所以佢投入侍奉嘅人竟然高達80%啊！即係80%。往往我哋好多教會都係調翻轉，係咪啊？侍奉嘅人20%，60嘅人就好似就坐喺度，唔係好咩？其實你發現幾乎教會大部分嘅人，佢哋要致力去參與，同埋去建立，係鼓勵佢哋建立佢哋嘅信仰，承傳下一代。佢哋嘅目標唔係要取代舊嘅唔係話我可以退休啦，唔係。其實去培養更多嘅人手，輪住嘅時候唔會 burn out，而且更加增加佢哋嘅歸屬感。而且嗰啲能夠訓練到佢出嚟，佢又可以有機會去參與其他，去更加嘅突破其他嘅方面。所以弟兄姊妹，除咗保羅對提摩太信仰屬靈嘅生命成長有好大嘅影響同幫助，事實上喺第5節，提摩太嘅無偽嘅信源於喺邊度咧？其實喺佢外祖母羅以同埋佢母親友尼基嘅心裏邊即係友尼基嘅，即係喺生活上邊好深相信呢一個係家庭嘅影響。提摩太嘅信仰起始喺家中，佢嘅外祖母外祖母可能對佢母親影響到佢母親，佢母親友尼基所建立呢個基督教嘅家庭。其實講到提摩太無偽嘅信心係真誠嘅信，唔係假冒嘅嚇，即係唔係 unhypocrite， 佢係 unhypocrite， 唔係假冒為善嘅信，而係喺佢家中睇到外祖母同祖母佢嘅見證，影響住佢有着對神真誠嘅信心。出生幾乎1日24個鐘頭，照顧你睇住你長大試問有邊個環境比家庭嘅影響更大？其實好多嘅心理學家佢會指出，小孩喺前邊嘅6年，其實係好緊要。佢建立咗佢喺家中建立佢嘅安全感，同埋塑造佢性格好重要嘅基礎。教導自己嘅兒女唔能夠只交俾教會啦、學校啦，唔能夠。其實必須係從我哋家中開始，尤其喺信仰嘅承傳。我哋當中我唔知道當中我哋有邊個咧係第一代嘅？你算係第一代嘅基督徒，即係你自己信主嘅即係你父母嗰陣時未信嘅有邊個舉手？我哋好多係嘛？有邊個係即係幾代傳落嚟嘅都已經父母係信主嘅有冇啊？
有幾個喎，感謝神啊！即係有父母信主傳落嚟俾你哋，但係大部分嘅都係咩啊？我哋第一代，就表示呢個嘅重擔責任咧，就落喺我哋身上啦。即係話咧，即係我哋點樣？即係提摩太可以係話嘅係第3代啦嚇，佢父母信主，但係唔管你係第幾代，你對主耶穌嘅信心係點樣？係咪咁真實？你係咪覺得咁重要啊？以至唔係淨係只係星期日嚟教會，而係每天喺屋企喺生活，你係一致嘅表明你真誠嘅信靠耶穌基督。你真誠嘅信，並且你所言所行嘅生活，其實你知唔知啊？冇一個比喺屋企嘅人睇住我哋最清楚。喺兒女同家人嘅面前，我哋要活出第二個，活出無偽嘅信心，以生命影響生命。喺提摩太呢一度就講到無偽之信。我曾經有一個少年人分享佢心裏嘅疑惑，佢話父母喺教會好熱心侍奉，但係屋企好似有好多嘅吵鬧。有時去教會喺路上，兩個人仲喺車上邊吵鬧，但係一落車翻到教會就好似咩事都冇發生咁樣。佢睇住佢哋好似做一套講一套嘅時候，雖然佢從小跟住翻教會，但係佢自己都有好多嘅掙扎疑問。究竟耶穌基督係咪真嘅咧？係咪可以改變人？如果唔係因為佢自己都好認真嘅尋求啦嚇，係啊，真實啊，甚至喺大學佢自己能夠經歷到主嘅愛，使佢能夠知道自己找到信仰嘅路，佢明白到父母都係人，有人嘅軟弱，佢識得點樣為父母祈禱。其實我嘅大女婿佢都曾經分享過佢同佢父親之間嘅關係。由於父母嘅離婚啊，即係佢嗰陣時成日鬧交啊，離婚啊，佢曾經有一度都喺憂鬱嘅裏邊，特別同佢爸爸嘅關係好緊張。佢心裏邊其實有好多嘅憤怒怨氣，每次相對嘅時候，每次同佢對話嘅時候都好不歡而散。但係有一次，佢本來以為父親咧又係咁樣裏邊用權威嘅口吻會責備，反而佢父親主動嘅同佢道歉。承認到佢自己嘅錯嘅時候，佢一瞬之間，佢嗰種嘅即係怒氣，突然之間好似唔知點解走咗去邊啊！突然之間消失啦。嗰一次，佢兩父子能夠敞開心去談話。作父母喺神喺人面前展示真實嘅自己，有時好唔容易，我哋好難放下我哋嘅面子，要讓我哋嘅身心靈得到主嘅醫治，唯有我哋謙卑落嚟，願意俯伏喺神嘅面前，唔好隱藏我哋自己嘅軟弱，願意讓佢改變我哋，使我哋能夠切實經歷到主嘅愛原來係咁真實，主嘅愛嘅能力俾我哋能夠勝過我哋自己嘅不足，要成全我哋嘅信仰。當然要把細路仔即係把握到喺細路仔成長嘅過程當中同佢哋分享。有時一起嘅禱告帶俾佢哋即係幫助佢哋指引佢哋，但係好多時候唔係單係口講，唔係口教，其實好多時候更加係身教，唔係話一邊教佢哋你唔好講大話，轉頭去睇住你點樣同人講説話講大話，更重要真係嗰個以身作則，我哋點樣以真誠嘅信同埋靠住主嘅愛，我哋活出無偽嘅信心，以致我哋能夠用我哋嘅生命影響我哋兒女嘅生命，亦都影響我哋周圍人嘅生命。我記得有一位媽媽，其實曾經分享到教導佢嘅仔咧，其實的確非常挑戰啊！佢嘅仔，佢曾經其實佢已經係唔係嗰啲冇界線，亦都係我好見好少人當中咧。佢可以堅持維持唔用情緒，唔會用好嬲嘅時候去教導佢個仔。佢喺生氣嘅即係嬲嘅時候，佢仍然可以平心靜氣同佢個仔對話。每當兒子挑戰到佢嘅底線嘅時候咧，佢話佢感謝神，能夠每次咧都可以有智慧，用聖經嘅
聖經嘅話俾個仔聽，聖經點樣講？唔係用母親嘅權威，我係你阿媽，你要聽我，唔係，而係讓佢睇下聖經點樣去教導，點樣去做，俾佢每一個人，包括佢自己，佢都要服喺，即係唔係媽媽嘅權威，而係服喺神嘅權威裏邊，睇下聖經點樣教導，俾我哋每一個人都會學習信服喺主嘅話。睇來好唔靠譜一個少年人，但係慢慢佢成長到一個跟從主、有愛有責任心，甚至佢已經建立佢自己嘅家庭一個年青人。相信佢嘅媽媽好安慰啦嚇，其實係不斷為佢祈禱。當佢以生命影響呢個仔嘅時候，唔係聽佢母親嘅説話，而係聽從主嘅話嚇。即係有時我哋可以壓落去，但係佢服唔服咧，又係另一回事。求主俾我哋點樣有個謙卑嘅心。喺提摩太後書3章14到15節，我哋一齊讀。但你所學習的、所確信的，要存在你心裏，因為你知道是跟誰學的，並且知道你是從小明白聖經。這聖經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穌有得救嘅智慧。聖經俾我哋能夠有得救嘅智慧，亦都係俾我哋一個指引，點樣去教導個兒女。今日嘅社會有好多似是而非，沒有一個絕對嘅真理，同埋好開放嘅道德嘅觀念，使我哋呢班屬神嘅子民，我哋更加要注意點樣翻到聖經嘅裏邊，教導我哋嘅孩童走當行嘅路。喺箴言22章6節啊，我哋好熟悉啊，教養咩啊？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係我哋一齊要守望，互相嘅勉勵，一齊嘅禱告。其實我哋同孩子、同弟兄姊妹一同嘅學習，喺生活嘅掙扎當中，我哋一齊去成長。想到若我哋家中仍然有未信主嘅未信主，我哋好好嘅為佢祈禱，積極嘅。真係我認識咗即係好幾個家庭，先生好多慢慢因為工作其他因素冇參加聚會，冇翻家嚟教會，但係太太仍堅持帶住佢哋嘅仔女翻到教會裏邊。有時係好挑戰嘅，有時要更加投入喺教會嘅事奉當中。弟兄姊妹，神俾我哋嘅恩典使命，唔單係要我哋建立信仰嘅成全，建造下一代。佢其實同時之間俾咗我哋力量同愛，使我哋喺佢嘅人喺佢嘅面前，喺佢活喺一個可以活出一個無偽嘅信心，讓我哋能夠喺生命影響生命無論係家人，我哋身邊嘅人。唔好輕看睇自己嚇。其實神俾咗我哋有好多嘅恩賜，亦都可以靠住聖靈，我哋能夠可以去做。所以提摩太最後嘅一段，我想大家一齊再讀1章6到7節，我哋一齊。為此我提醒你，使你將神藉我手按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仁愛謹守的心。栽培有信心恩慈活出主愛嘅門徒。神嘅恩唔係單係神建立咗我哋，賜我哋恩賜，唔係叫我哋坐喺度唔喐噶吓。神俾我哋恩賜係要我哋有唔同喺唔同嘅身份職份裏邊同埋環境嘅裏邊，我哋係帶住使命，叫我哋嘅心好似如火挑旺起嚟。相信我哋燒烤嘅時候最怕咧就係點啲冇火啲火好弱係嘛？因為真係咧好容易會熄滅。點樣辦咧？通常點樣辦？再加咩加炭加柴火跟住仲要咩從旁要咩潑係嘛？用扇潑吹嗰個火先咩燒得旺起嚟燒得起嚟如果唔係好容易俾即係其他就滅㗎啦。其實我哋都係一樣，教會弟兄姊妹都係一樣，我哋要互相建立，互相嘅各人有唔同嘅恩賜，我哋一齊嘅建立教會，無論喺屋企喺教會，唔單止主親自嘅培育咗我哋，佢亦都要我哋
即係教會嘅牧者、成熟嘅弟兄姊妹教導咗我哋，更加讓我哋喺信仰上邊有根有基嘅成長。點樣成長得最快咧？其實好多時候係咩啊？你唔係淨係學咗，我發現咧，我哋 W 咧好多人咧係不斷嘅上堂學嘢，跟住點啊？唔記得啦。你知唔知道點樣可以幫你記得啊？就係你要用，你要做啊，你要做啊。所以唔單止你係學，跟住你可以去做啊。即係你發覺咧，往往咧就係你學完你去做。點樣長得成快？就係你要開始栽培別人啊，就好似作父母咁樣。當你自己做兒女嘅時候，好似我咁啦，啊咩東西都依賴父母，我又唔煮飯又唔乜嘢。但當自己做咗父母之後，係咪啊？點啊？乜都做啦，乜都要學，乜都要做。其實呢個就係一個開始學習點去照顧人啊，承擔咁多嘅責任啊，睇到自己嘅不足，跟住會點啊？繼續嘅學咯，繼續嘅請教人咯。因為神要我哋係不斷嘅建立栽培別人嘅時候，其實唔用怕我哋自己唔得。其實靠住聖靈嘅幫助啊，俾我哋從膽怯嘅心，跟住咧就變成勇敢剛強嘅心。從唔懂得憐憫，我哋可以學得懂得愛。喺基督嘅愛影響下，我哋慢慢開始有仁愛嘅心。本來凡事只隨己意啊，即係自己中意做乜，但係開始知道唔得啦。我哋要有一個謹守嘅心，事事唔係再係討自己，我中意點樣喜悅，而係開始學習討人啊，即係討神嘅喜悅。呢個就係一個成長，亦都係我哋能夠成傳，將信同愛傳翻下一代，不斷嘅建立下一代。我哋要真誠嘅愛同信活喺人嘅面前，唔管喺屋企、教會同其他嘅地方，讓我哋能夠以生命影響生命，以致我哋全力嘅去栽培、培養有信心、有恩慈。有時下一代比我哋更加有恩慈識好多嘢，好容易學，尤其是好多即係technical 嘅嘢。但係我亦都從一個姊妹美國一個姊妹佢自從退休自己兒女長大，先生又唔喺度，佢一直喺度投身退咗休之後一直投身喺教會國際學生班嘅裏邊教英文，教好多唔同國籍，有好多年青人、年長人。佢唔單止用聖經教學英文，星期日接送佢哋返教會，甚至佢哋搬家亦都去幫忙。佢認識咗好多從中國嚟嘅學生，同佢哋嘅家長，甚至佢哋離開嘅時候，佢仲同佢喺國內回信啊。所以其中有一對嘅夫婦，佢分享到佢信主受洗，其實俾呢個嘅老姊妹影響佢好大。甚至丈夫分享嘅時候，佢忍不住流眼淚。佢話：我同呢個女士根本冇咩關係，但係佢從我哋身上邊根本冇利益可言。但係呢位老姊妹風雨不改，願意喺我哋仍未有交通工具、未有車嘅時候，每個星期嚟接我哋去教會，教我哋聖經學英文，有咩問題去問唔明白嘅地方，去耐心嘅指導我哋。佢嘅喜樂，佢嘅愛心，活出嘅生命，引我哋能夠認識呢位嘅神。我哋喺國內乜都唔知，無神論，但係從佢身上，我見到耶穌基督捨己嘅愛。我哋就係咁樣，你發覺佢就係咁樣嘅裏邊學習即係從呢一位嘅姊妹，呢對夫婦，佢亦都成為咗喺大學教書呢個先生喺大學教書，佢亦都同樣好似呢位老姊妹一樣，去接待栽培好多嘅學生。佢哋嘅關懷、恩賜同愛心，亦都繼續嘅傳承佢嘅下一代即係無論係學生或者點樣。弟兄姊妹，唔單我哋嘅兒女，仲有好多屬靈嘅兒女。弟兄姊妹，為主嘅福音，你是否願意付代價，守住主嘅道，承傳下去？即使有時可能會受苦，但係我哋知道我哋所信嘅係何等寶貴嘅主，亦都知道佢會拯救我哋到底，保守我哋所信嘅。所以最後我用保羅嘅勸勉嘅話，我哋結束我哋一齊讀，好嘛？提摩太後書1章12到14節，
為這緣故，我也受這些嘅苦難。然而我不以為恥，因為知道我所信的是誰，也深信他能保存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你從我聽那純正話語的規模，要用在基督耶穌裏的信心和愛心，常常守着。從前所交託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們裏面的聖靈，牢牢的守着。求主幫助我哋定義嘅建立、信仰、成全、建造下一代，活出我哋無偽嘅信心，以生命影響生命，栽培有信心恩賜，能夠活出主愛嘅